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汪少一小九。那么双11终于快要到啦，就在这周的星期天，然后我们单身狗就可以吃狗粮了。不对，那么我们单身狗就可以购物啦。为什么要购物呢？我觉得这是一种宣泄情绪的好时光。在平日里面，那么多人撒狗粮，那么多人杀狗粮，没有办法。那我们只能在这一天，把我们的愤恨用钱来买回来快乐。就在今天，管他什么情侣不情侣的，我们只要购物，我们只要买东西。好吧，其实我现在是我在那说的。不管了，什么东西都不管了，反正这周双11我就是要买东西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双11怎么使用最少的钱买到你更多想要的东西？因为这个双11我算了一下，我顶多只有800块钱，那我自己也是在天猫啊、淘宝这里无限的循环，就找各种的什么减价格的礼券，找了好多。因为我找了很多方法嘛，所以我今天就想把这些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之类的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，或许真的可以在我这个视频里面知道一些如何获取礼券的方法吧。因为谁不想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呢？好了，那现在就进入视频教学环节吧。那么我们先打开淘宝，然后会发现在我的频道上方会有一个双11全球狂欢节，下面有一个按钮，点击一下就可进入双11的专场。然后在右下方呢有一个天猫抢津贴，然后点击它打开来，就可以使用你的天猫积分进行10积分抽奖和50积分抽奖。然后在经过3轮抽奖之后，我得出结论是，往往你抽10积分的一般会比较不划算，往往你抽50积分的往往会比10积分的划算，因为他们的几率是特别的相同，或者说有时候50积分抽的几率还比10积分的大。其中的缘由呢也不太清楚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在专场最上方有一个100万红包福利明星直播日，在这里打开来，只要你有时间，你就可以看这些明星直播，然后就有机会获得他们的一些优惠吧。因为我不太喜欢一直盯着直播看，所以我也没有演示过。这个的话，仅供大家参考一下。当我们逛完淘宝之后，我们可以进入手机天猫，因为这2个是拥有特别多的双11的福利。当然可以看到，在天猫里面也有一个全球狂欢节的一个专场，那么这个专场和淘宝那个专场是一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在天猫里面打开这个专场。那么当然了，在天猫的 App 里面呢，其实还有2项活动可以为你减轻在双11购买东西的一个负担吧。那么第一个就是狂欢节能量瓜分11红包，然后点击进去就是可以邀请你的队友，然后一起加入这个战队，一起获得能量之类的。其实这个活动的话，在双11还没有那么近的时候，在淘宝上已经开始在弄了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现在淘宝上还找不到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去农场收能量兑换双11红包。这个的话，应该就是让你在农场里面玩一些东西之类的，但是好像我有点看不懂，所以这个也仅供参考吧。那么在天猫这个 app 里面呢，可以看到它右下角有一个它的专门的一个图标，也就是一个天猫了。你就点击它一下，它就会出来一个天天扫我买单，然后点击打开来之后，它就会为你自动扫描你的那些福利还有哪些没有领，它帮你去领好。然后他今天就给我领了280块的福利。总结一下，其实最好获得这些奖券的方法呢，第一个就是用天猫积分抽取津贴，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去狂欢节能量，然后获得能量，因为他说每100积分可以兑换1元钱嘛。第三个呢就是天天扫我买单，
有些东西你可能真的会漏掉，然后你可以使用这个，它就会为你自动扫描那些你没有领过的东西。所以这3个是比较方便的。那还有2个呢，我没有试过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。那么希望这次的教程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吧。OK， 各位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可以点个订阅，按个分享，然后点个赞，评论一下。那最后呢，祝各位双11购物成功，购物愉快，也祝那些单身狗们早日脱单，包括我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